如果係咁就，唔係佢呢度落去，佢都唔會望上嚟咯。呢位印傭照顧婆婆無微不至。呢位印尼辣姐極盡意淫，有鋪直播癮。你有冇諗過印傭同辣姐係同一個人呢？印傭同辣姐真係同一個人，佢叫做 Shay， 喺香港做咗8年印傭，依家仲成為網絡紅人，梗係啦，玩直播喎。咪以為佢只係直播自己煮飯咁簡單喎？再露骨嘅都有。煮飯開 live， 抹身開 live， 帶住胸圍底褲都開 live， 難怪佢嘅 Facebook 已經有近60萬個 followers， 每次 live 平均有3萬人睇。不過睇翻佢嘅日常工作真係非常正常，主要都係負責照顧一位90歲嘅婆婆，睇落又真係照顧得婆婆貼貼服服嘅。有人睇 live 就叫佢除衫，有人睇 live 就話佢係印尼之恥，亦都有同鄉寫信去印尼駐港領事館投訴佢。不過4日於小李繼續錫時直播。印尼人呢方面咧唔好畫我嘛，捉計啦乜啦，其實都唔係用嘅，咁我自送咯，畫多啲咯。唔理同鄉投訴，堅持直播。想知 Shay 有乜諗法？留意下一節啦。